那弟兄们大家平安啊！咱这时要准备第3场的礼拜吼，咱邀请大家说看检查咱手机有关震动还是关机无？哦，小朋友，我们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手机关成震动的或关机哈。啊，咱关机了吼，礼拜煞爱拍开哦，吼。咱做伙来同心敬拜，进前来做伙同心来祈祷吼。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主阮满心感谢落你，互阮当搁一摆来到圣殿来敬拜。虽然伫疫情的中间，但是阮对上帝你的听永远袂改变。阮来做伙来为着兄弟姊妹中间有判病的，咱着这武汉病毒 COVID-19， 也是个奥密克戎来祈祷。愿上帝医治透放，减轻伊的痛苦，无论是脑后痛、头痛、身体亚神，愿上帝你来医治。当阮同心来敬拜伫圣殿，恳求你开阮的心门，安静阮的心来听候主你，求你信心大力的开力，来到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灵魂体拢得到经营。做伙来学乐，做伙来敬拜。愿上帝你使阮祝福伫这个礼拜中间，祝阮同心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
只若求救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迄个诚心求救伊的，敬畏伊的，伊要听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令兄弟平安。咱要来吟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第254首 A 调，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济，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甲地、享受万行米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亲自警调阮每一位来跟对你。虽然阮来自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背景，
但是阮拢有三共款敬畏上帝的心，嘛有三共款的心志，愿意来互上帝采用。但是阮却常常袂记上帝的家事，伫有意甲无意中间，烦恼济济无合你心意的事，放纵私欲，亲像羊只走迷，偏行家己的道路。但愿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毋望会当得到你的赦免，恳求上帝来洗净阮，互阮软弱的人生有你想事的气力，通奉献阮家己的整体，做义的奴仆，成做上帝圣洁的器具，互阮无搁再为家己设想，爱用关心别人的利益做优先，将别人的需要当作家己的责任。上帝恩典长阔关心，何等奇妙！这几年来，台湾百姓常常受到对华中国大陆的文攻武吓，COVID-19的病毒也一直变种来侵害阮，到今也无法度平煞。但是，阮伫上帝的实果下面，阮得到庇佑，安然徛起，渐渐要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阮的中间，有人心神肉体衰烂，经济发生困难，也有亲人死死的，一直行袂出来。阮拢恭敬一一摆列伫上帝的脚前，恳求上帝阿耳康来听阮的祈祷，将医治、保守甲安慰，甲因每一位三甲做伙，带领因早一日脱离目前的困境。阮知阮安尼的祈祷无够额。这时阵，阮要用上帝所教示阮的祈祷文的主祷文，齐声来祈祷。咱们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27页，圣诗的后壁面第27页，也是诗篇18篇，诗篇90篇。我来去，请兄弟来引。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还未做成。你互人归途，因为伫你来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木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第时咧，求你活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
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落下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今日早，儿童合唱团要来吟诗，带咱来学罗上帝。
圣经，咱要请严宇恩甲杨定祖小朋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第二位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咱先做伙来看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恁着去，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佮教是因遵守我所予恁的一切命令，就会记得我要常常甲恁伫地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接续做伙来看约翰福音书第12章24到26节。我心中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地里来死，犹原是一粒；若是死，就结出侪侪麦仔来。迄个疼惜家己性命的，要丧失性命；愿意牺牲家己伫这世间的性命的，反倒要保存即个性命到永远。啥人要侍奉我，就爱跟对我。我伫倒位，我的仆人嘛要伫遐。迄个侍奉我的人，我的爸一定看重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早起培养道牧师要来正道，带来的信息是耶稣门徒的 DNA， 耶稣门徒的 DNA， 请咱恭敬来领受。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圣殿来敬拜。愿上帝你圣神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来看到主你的同在甲荣耀。透过你的话，来互阮领受上帝的启示，帮助阮生命更新，互阮才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领受恩典，受你差遣，到伫达所在。主，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顶礼拜蔡牧师有讲到提起教会定义是甚物？咱来想看卖，甚物是教会呢？有人想到教会，就是讲就是基督徒嘛。其实教会就是一群主耶稣门徒的群体。有人看到教会讲教会内底的人拢真好，真好斗阵，有好的品行。但是咱过来思考，耶稣的门徒的 DNA， 就是耶稣的门徒应该有多一款的款式。唔通甲讲你三顿有基督就是基督徒，三顿都基督就是基督徒吗？咱来看这段圣经时，互咱更较清楚了解，什么是主耶稣的门徒应该有的 DNA。头一项，咱知影主耶稣门徒 DNA 就是愿意传福音的使命。今日所读经文中间，这是主耶稣互伊学生每一个人的命令。当然，命令就是毋是会当选择我今日想要传福音以后我就无想要传，是看我状况安怎再来决定。毋是呢，这是一个命令呐。那头家命令你做什么代志？你就要拍拼去执行啊！军队内底，这军人爱服从张书所讲的这个军官所讲的话，你爱服从这命令。这是命令，但是主耶稣互咱命令，毋是真恶来学习的。主耶稣互咱命令是咱真容易去执行的。头一项，咱来看主耶稣就咱每一个生命是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传福音毋是喙底下传，传福音是咱会当领受上帝来馈力，甲主同工，会当体会上帝就是听心意。一个人讲啊，传福音就是传一个道理啊，甲伊讲主耶稣爱信耶稣就天堂，毋是只有安尼。主耶稣提醒咱爱去传主的福音，是互咱会当经验到上帝恩典甲听，领受上帝来听，将这听来分享出去。这是一个命令啊！当咱执行这命令的中间，咱会当哪体会上帝心意以外，你当体会到上帝来生涯基础。拄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28章19节到20节，讲互万百氏当做我的门徒，恁就爱去啊！这种去是一个命令，就是咱每一个人都安尼做。但是这种命令会当纪念到主耶稣的同在。有主耶稣同在，你一定会当纪念到上帝生涯基础发生伫你的生命中间。伫过去我传福音中间时常发生，但传福音了后，生涯基础就发生啊！有人医病得到好，贵妇身得到透棒，这就是生涯基础。那安尼你有经验到生涯基础无？有一个牧师真拍拼传福音，你的教会一年哦。开拓3间教会，20年几间，60几间教会，安尼有厉害无？哇！有人会讲啊，这可能是异端的教会啦，无哪会可能传遮紧？啊，是讲这个教会拢讲着成功神学，所以才会传遮紧啊。啊，可能有人讲啊，这个教会可能信徒素质无偌好，但是我会甲你讲，这个牧师是啥物人？是马街啊。马街对加拿大传到这个所在已经150年啊！伫150年的中间，咱来思考马街来到台湾做什么款的代志？马街做淡水做基地，伊传福音影响台湾真大。伊传福音南到苗栗，东到宜兰花莲港，传福音的族群包括荷兰人、客人、原住民、白埔族。伫台湾设立60几间的教会，有偌济人设立？3000几个人设立啊！这根本是生涯技术咧。我相信咱这个世代，咱来好好愿意传福音。伫马街遮尔困难的环境下面，伊就有愿去传。所以传福音这使命，就是你看你有愿意无？加做主耶稣的门徒。DNA 头一项就是你要积极用生命去传啊！传福音就是爱互人信耶稣。你讲啊，牧师我毋敢互人传福音啊，我品行足歹的。我所讲的代志，大家都无爱相信，因为我品行足歹，做人足歹。啊，你就爱改变啊！传福音是一个命令，咱领受了后，咱做袂到，咱求上帝来改变咱的生命。马街观察初代教会、北部的教会，为什么遮侪人领洗呢？遮侪人信耶稣，伊观察伊当中的教会人信主了后，就愿意去传福音。这马街不是你讲3000几人信耶稣，这是马街一个人的功劳吗？不是啊，是遐个人领受上帝救恩了后，愿意将这福音传予迄个世代每一个人。当然，传福音毋是讲一个道理。人俗语讲空嘴无舌啊，你讲的也无效。你讲的中间讲一个真理的时，你爱服侍帮助伊，互伊生命领受就感受到上帝来开来个听。马街怎样传福音？马街借着旅行传道了，伊时常为着这民众扳喙齿。你看，以前扳喙齿无简单对无？徛伫扳喙齿啊，咱才有去过医生无？扳喙齿徛哦，啊1点钟会当扳几粒喙齿？你知影？100粒，100支喙齿，够这简单？毋是啦，毋是马街一个人伫扳喙齿，是伊甲伊的学生做伙来扳喙齿。1点钟的时间，那20几档扳偌济喙齿咧？
1873年到1890年的中间，伊办了21000支喙齿。伊是遮尔有疼心的服侍，无论是北部族、原住民、客人、河洛人的所在，都是用安尼挽喙齿帮助别人，然后将福音来传互因。时常咱讲咱要传主的福音，我相信传福音不只是伫遐嘴里讲一个道理，咱还有疼心的服侍，帮助即群人，会领受上帝恩典了后，将这真理甲因分享。马该时常摕一个破圣经，摕这挽喙齿的工具，诚做因的记号啊！伫遐唱信息，陪伴这个人陪伴来将福音传互因，这还开真侪时间，用真侪气力。但咱传福音即马真简单，但是咱有即种疼心去服侍无？传福音不只是传一个道理，是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话。马该甲伊的学生时常四过行，行大所在传主的福音，伫遐唱诗歌、唱信息、传主的道理。第二项，马该传福音是无惊困难去传。你也知影，迄当时的台湾天气，那才就今日共款，搁湿搁热。像咱内底这茶拢烂去的时，就一寡毒气来产生。人接触了后，亲者就是半病，动者就是死亡啊！伫迄个困难的时代，马该看到这外国宣教师，也是讲政府的清朝官员，拢是安尼死。但是马该有惊遐无？伊无惊这个困难，伊住伫淡水伫所在时常伫落雨啊。实际上，迄当阵嘛是有常常一款病毒，那亲像鸟车病毒，也是讲这马拉利亚这款病。马拉利亚这款病伫台湾即当阵时常在流行啊。得到这种病的人，那亲像真容易死去。马该有一届有几啊遍得到这马拉利亚，有一届得到了，伊食真侪亏宁，亏宁了食了身体恢复，虽然暂时好。伊讲啊，伊伫册内底伫遐讲伊的故事，讲写伊的故事，讲记载讲，伊当阵食这亏宁了后，伊感受讲，虽然病一定得到医好，但是我身体系统敢若是拢歹去，敢若2-3天了才会当恢复。我就想讲，咱亲像即马得到COVID-19、Omicron 共款，人的身体虽然暂时恢复。但是有这长新冠的问题，非常忝啦，搁直直扫啦，袂好。马该就是拄到这款的困难，但是拄到这困难，有停止伊来去传福音无？无啊，无惊困难，继续去传。这是马该博士甲伊学生经过这三条岭，行过搬山过岭，到伫宜兰的所在来传福音。恁看因行路都是用行的，但咱到宜兰拢坐车真方便，但是因拢是用行路。伫行路的中间，你想行偌远诶？以早淡水厅行到加马兰厅，差不多200里的遮尔远的路程，因都袂惊吗？因惊遐身体亚神，但是为着主耶稣基督，拢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就无咧惊遐。咱知影伊当阵放假，嘛是马该无事时常到迄个所在传福音。伫放假迄个所在是上界反对这基督教，但是呢，到伫迄个所在马该无论呢，甚至无厨娘要互人放火烧，学生要受拍受掠，伊拢无惊遐。但咱台湾伫即马遮尔自由的世代。咱有愿意去传主的福音嘛？马该博士用这原住民传福音，到是真远的所在，行真济路。咱看即马台湾原住民有真济人信耶稣无？有啊，这拢是马该进前伫原住民愿意拍拼、牺牲家己传主的福音。第二项。耶稣门徒的 DNA 就是建立耶稣门徒，
马街是用教育来建立这门道，起造这门道。马街是达伫咱学习好的典范，伊接受了真济命令，就是上帝予伊的使命。伊起造伫教育帮助台湾人传教者信仰这方面。迄当阵其实台湾无读册，嘛无这学校，伊创设这逍遥学院，就是啥，甲大自然做伙来读册啦。无教室，只有伫我野外所在伫遐来学习。马街训练这学生，后来去这四国到行到什么所在，就这报道传福音，教这学生一切道理，甚至到伫1882年，迄牛津学堂的设立，就是今日台湾城伊淡江中学真理大学的起初。伊设立这学校，就是要训练传教者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伊生命中间的大使命啊！你知影城伊迄当阵啥物拢有咧教？但是有教英文无？无呢？为什么伊无教英文？即马城伊拢教英文，爱读原文的册对无？但是迄个时代，为什么马街无教英文？科学、自然科学、圣经课程、神学拢教，甚至鼓励查某囡仔爱去读册。但是因城伊无教英文，教本地语言，为什么？教台语啊，教其他的，就是无教英文。因为英文是迄当初做生意会当趁外国人的钱咧学英文是上介好的。所以学校有时为着传福音，惊真侪人来学英文尔，为着趁钱，为着商业所在，为着做生意来使用，所以迄当阵无做这教英文这门功课。咱也知影，马街真认真来训练传教者，训练的课程就是为着这门道，拢会当去传主的福音。第二项，增加培加门道的使命。咱来看马街细汉10岁就开始愿意做一个宣教师，但是咱看伊的牧师是啥物人，有人知影无？马建志牧师。伊伫加拿大这个所在大汉，伫左拉村这个所在，这个教会大汉，这个牧师马牧师牧养教会38冬。咱来想看嘛，38冬的中间有训练偌济传教者，37个宣教师甲牧师呢。我真正真欣赏甲敬佩这个马牧师啊。马街是伊其中一个训练出来宣教师甲牧师尔定。这个牧师真栽培这个传教者，伫教会中间真侪人诚做牧师。所以咱的基督徒性命有一项，就是爱训练造就门徒。伊讲牧师造就门徒这是造就门徒，这是牧师的代志，中职的代志，甲我无关系啦。其实毋是呢，每一个人应该运用上帝予你的恩赐来栽培一个、两个嘛好。可能你即马栽培的人，可能以后诚做牧师的，你毋知啊。这个马牧师真认真牧养教会，训练真侪传教者。马街伫台湾嘛共款训练真侪牧师甲传教者。虽然你是平信徒，但是你会当训练一个、两个嘛好。互因的生命改变，相信耶稣，诚做主耶稣会当找因的人。耶稣互咱的命令大使命，毋是要扩展咱的教会，互咱人数愈来愈侪尔定。有人甲讲，牧师，我招一寡人来教会互少年教会人数愈来愈大，安尼是真好。其实教会毋是欠缺人，教会是欠缺主耶稣的门徒。教会毋是要人愈来愈侪尔定，应该是信主耶稣的人愈侪，毋是只有人来，是即群人爱信耶稣，诚做门徒，互上帝来找客。马街的观察当时的教会，有
有一项真重要，伫北部教会传福音遮尔紧，就是因教示遮每一个信徒讲，上帝互你的稳定，毋若只有为着家己，上帝互你的稳定，就是爱借着你诚做一个传福音的出口。上帝互你诚做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互你即款的稳定，就是爱使用咱每一个人来将福音传出去。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伫遐讲，假使每一个人，上帝提醒咱，主要所提醒咱每一个人领受上帝话了，你要训练别人，将上帝交代咱的命令，反复你的门徒，反复主要训练出来，假使因帮助伊，这是上帝互咱的使命啊！毋通看轻家己，你是平信徒，每一个人拢会当服侍，帮助别人的性命成长。每一年，阮的青少年拢会办这拍鼓的营会。伫营会中间，我发现一个真感动我的代志，就是以前的学员，助理学的学员，担诚做青少年了，诚做同工，同工诚做辅导，辅导诚做讲师啊。三代人做伙伫遐服侍，这就是咱开时间栽培。其他兄弟姊妹，咱栽培咱的青少年儿童，会当做伙来同心服侍。可能这以后的传教者，就是这青少年儿童的中间啊。第三项，耶稣门徒 DNA 就是专心军队主耶稣的人，是以主耶稣的旨意最优先的人。你也知影马街的学历嘛是袂歹啊，伊伫加拿大。伫多伦多这个学校，师范学校做毕业了做老师啊。搁多伦多大学的诺斯内底毕业了，神学院毕业了，就走去美国进修 ，Princeton 大学进修。煞尾转去加拿大这 Newmarket 做牧师啊。其实伊会当伫加拿大好好牧会啊，生活嘛过得真快乐。为什么？要来到台湾来传福音。台湾迄当阵，台湾人也无穿衫，无平等，食薰，什么乌白来，生活水准真低啊！为什么伊来到台湾呢？这是上帝予伊的使命啊！上帝可能予咱无人，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使命，但是你有领受无？马街27岁到57岁到伫台湾的所在，将伊人生上界精华、上界青春、头脑上界清楚、身体上界勇敢，这时段奉献伫台湾。伊讲一句话，我真感动。伊讲，无论你伫台湾做传教士，也是伫加拿大牧会，拢是共款，无啥物特别所在。只要顺探上帝心意，这是上介好的代志。有人是讲啊，你去缅甸宣教做牧师，哇，真艰苦，上介严格的无啊。不管你伫什么所在传福音，都是会当应用上帝。但是咧，上帝吩咐你要去叨位传，你有领受无？你有顺探无？这是上介重要的代志。第二项，爱为着主耶稣来牺牲的性命。马该看这万事做本数，无论环境怎样，伊无看这。伊甲淡水的所在租一间厝，租迄个厝湿，搁烂，伊只有两骹咧掀落去的箱仔。无椅仔，无桌仔，无眠床。伊讲吼，我即摆一生上快乐就是这个时间啊！我听了伫分享的生命时，我感觉真感动。伊讲，我一生上快乐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点。伊毋是要住豪宅，伊讲，若有自由伫遮传福音。是我上介欢喜快乐的代志。当咱住伫台湾这样好的所在，
咱教会有遮尔资源，咱有愿意甲上帝、甲主耶稣做伙同工嘛？马该真认真来宣教，伫台湾投入宣教事工、学术研究、生涯教育，敢若亲像无休困的人，伊一工只有困4-5点钟啊，困袂去，因为烦恼教会的代志，伊困袂去。伊烦恼，即个为着传福音人来祈祷代祷，按啥困袂去？为着传福音人，要用这人传福音，为着这人代祷，为着教会服侍，教会拄着困难，困袂去，伫遐烦恼。伫1884年，清朝甲法国战争的中间，北部教会受到搅扰，受到毁坏。马该烦恼甲困袂去，发烧38度，脑炎几啊天。伊甲伊的太太甲伊的囝，都走去香港。但是咧，马该讲，我甘愿留伫台湾，坚持留伫台湾，因为伊疼台湾是安尼。有几啊遍，人讲啊，马该你身体无好，无你转去。去香港迄个所在看你的某囝，紧去吧！伊才孤立杂种，走去香港迄个所在。但是伊心内底想的拢是台湾的教会，拄着困难啊，教会受损坏啊，遮信徒死亡、受掠、受迫害，伊心内底烦恼，时常想要坐船转来台湾这个所在。另外一边，嘛是马该转去加拿大分享伊的宣告的报告，伫1895年的时，伊到伫加拿大分享伊伫台湾所做一切事工。等分享了，要转来台湾的时，你也知影，1895年是日本要侵占台湾，而且战争的时啊。伊讲哦，伊全家对加拿大转来。伊讲，敢若要度假共款，遮尔快乐呢？我咧想讲，马该可能是起笑啊！哪有这种人诶？迄阵日本攻打这个台湾，大家拢逃走啊！但是马该啊，伊是全家对加拿大要转来台湾。伊讲，规家伙仔真快乐，那亲像要转来台湾度假共款。伊是遮尔疼台湾。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主耶稣，伊甘愿安尼做。马该要死的进前，这是伊教册这图片啊吼。马该要死的进前，伊叫学生起来读册考试。其实马该迄当阵已经好爱啊，我都讲话去弄这经啊，是弄这经叫大家起来哦，就是袂当讲话叫弄经。用写的，叫大家起来考试。为着这学生的功课，伊要死的进前都反复交代伊好好读册，为着主来做工。这就是马该使命。伊带台湾某，请用2个查某囝较后生。你来看这相片中间有中式有西式的，伊清早内底看到伊认同台湾，这是无简单啊！以前台湾人去嫁予外国人，外国人要娶台湾人，这是无啥可能的。咱亲像100年前的美国，一个白人娶黑人，敢有可能？人拢会感觉这真奇怪啊！但是马该是认同台湾到底安尼，为着宣教原因，伊不只是为主传福音，认同所传教的所在，这个土地为着主来陪命。这是马该的目，埋葬伫这台湾人的所在。这是伊的使命。顶礼拜咱的教会中一嘛去参观这个所在，怀念。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领受，甲马该同款的精神，食做主耶稣上好的门徒。约翰福音12章24、29、26节。上帝会提醒咱，
一个麦仔若无你互伊死，伊原是一粒。愿意牺牲家己性命的，反倒定得到永生的性命。你疼家己的性命吗？你爱家己超过耶稣吗？你爱这个世间超过属灵的命令吗？我相信，咱会真做主耶稣好的路幕，为着主来做。上帝看重咱这为着上帝做工的人，你着为着家己，这毋敢做，遐毋敢做，遐无愿意做。有一天，你失去你家己的性命。马街伫台湾所做，咱看到有真济，伊所做的工课，即摆有马街医学院，有这病院，真理大学，台湾新学院，这病院学校设立，敢毋是马街是一条经济，那待伫土里，才做别人性命的网站嘛？但咱活伫台湾，面对中国威胁，若是你有自由的选择，你要选择伫台湾，还是倒到其他的所在咧？我毋知，我无正确的答案，但是我是甘愿留伫台湾。但是上界重要就是上帝叫你去叨位，上帝叫你留伫叨位，迄是上界重要的吩咐。你有愿意顺服上帝吗？咱时常想讲中国威胁了后，讲真侪人讲，无输你要去走去其他所在、其他国家无会无？我无呢。那上帝吩咐我伫台湾我无会，这就是我的宣告的所在。马街嘛是啊，伊会当去其他国家宣告啊，但是上帝讲，你着爱留伫台湾，甚至死伫台湾。为着福音的缘故，上所尾，咱来分享。其实每一间教会拢爱提供一个装备耶稣门徒的管道。一人传福音，一人栽培训练，真困难啊！我相信你线顶也是咱每一个会友，咱只是伫上联教会，真正真好的资源栽培这门徒。伫咱个教会有这个关系课程的布道，就是训练咱的教会，咱会当还是要怎样传福音，还是为着别人带导。就是教会，咱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做，接受这训练了，毋是伫咧教室伫遐学这技巧尔，是咱在生活中间实际去传。但是咧传福音敢有遮简单？咱会拄着真侪困难，敢毋是咧？但是有一项真重要，就是教会提供了真侪这管道，是大家做伙做。你一人去甲人传福音有困难，但是教会会当提供真侪这管道平台，做伙来传福音，互你袂孤单啊！伫咱的后一辈，也是青少年、儿童主日学，咱咧训练咱青少年讲，圣诞节你也邀请新朋友来教会啊，是大家做伙邀请。毋是你一人在传，咱有这篮球队嘛是同款，透过拍球的活动，训练同工接触这无道友，帮助伊训练因，这是就无简单的代志。你家己要去传真困难。伫咱的教会青少年，咱绝对袂欠这个 best。永远有无道友来教会，为什么？因为咱有这平台，这平台就是邀请无道友来教会。咱当做伙同工来完成上帝大使命。咱有这乒乓班，就是邀请这无信主的人来；咱有这故事屋，就是伫遐广告书，欢迎这细囝来到教会，接触教会，家长嘛同款，当透过这平台来认捌教会，认捌耶稣。咱的儿童事工内底嘛有这儿童的宣教事工。到伫大所在来传主的福音，伫细汉的时就开始学，这传福音的事工，真做主耶稣的门徒。小组的中间嘛是同款，小组出去耍，毋是只有出去耍啊，邀请新朋友来教会啊。中秋的同款，伫遐邻家中间邀请这新朋友来，
这儿童主日学的表演，就是邀请这些新朋友来伫教会做伙欢喜快乐庆祝。福音队嘛是同款，训练这青少年儿童来参与上帝大使命的起造。但有一天啊，可能咱会徛伫台前看到一把刀。咱都知影，即马疫情中间，咱有通过这扫描机吼，看你温度有超过无？啊，超过可能比你都袂当通过对无？有一天吼，咱可能到天堂的时候，有一台机器伫遐扫描，比，你是主耶稣的门徒吗？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主啊，我愿意立志成做你的门徒。世界紧就过去，但是主你永远袂改变。恳求你帮助阮的生命不断更新改变。阮的身体的 DNA 我都家己决定，但是属灵的 DNA 阮会当来决定。阮的身管、我的目睭、阮的皮肤袂当决定，家己决定。咱遗传袂当家己决定，但是阮当决定要成做主耶稣你的门徒，有主耶稣你的 DNA 伫阮的生命中间。军队主来跑走，将福音传到达所在。成做主你的采用，主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告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咱要继续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55首，永远甲主徛起。圣诗355首，永远甲主徛起，请起立来吟。
济。现时，咱要请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甲幼儿组。
还佫有一组做咧学的幼儿组吼。
这时阵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请兄姐备办心。我心大欢喜，主定心悲。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因保惠，使我清气。受罪功劳，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为我的主受罪功劳，为我的主受罪功劳，但我爱保养，每日学乐，为我的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听候，万事平安。辛苦我求主，好气无限。谨慎来听候，毋望主来，定伫主耶稣，满心仁爱。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起立，咱做伙来感谢。想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天父上帝找阮真做你的路用，有份伫你的圣工内面。通过奉献，阮要将对你遐来的金钱、时间、才调、气力，恭敬奉献伫你的手中，求上帝来悦纳，真做圣工的路用。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掀开周报第5页。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伫即礼拜中间，咱特别安排儿童合唱团甲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来献诗，而且也请杨定祖甲严宇恩小朋友来参与读经，以及梅瑞恩同学来参与侍奉。
呼吁兄弟共同为着长老教会主日学教育、门徒的培育、灵性的形成，甲生命教育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而且来参与教会各级主日学的教育的事工。具体关校的部分，咱要恭喜本会赖责任执事，也就是赖胜亨长老、李美静长老娘的公主，要甲陈云杰姊妹定伫10月2日，也就是本礼拜六的下午3點，伫本会16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臨來觀禮，願上帝賜福新人。其他的事工，請咱大家家己來看。咱要請蘇慕林長老來為咱介紹新的英文牧區的牧師林牧師。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受到小会甲主任牧師蔡牧師的指派，我會伫會中來介紹咱英文牧區新的連進祥牧師，伊是真正常的牧師哈。並且要邀請各位來參加11月20伊的就任式。11月20禮拜日下晡3點，關於咧牧師有幾點要分享哈。咱即個真流行講學霸哈，咱教會其實學霸的牧師嘛真多啦。即個來一個新的，伊是代外文系畢業了後，所以甲普通的學霸無共款。普通學霸咧頂講伊真牛，但是咱的牧師伊是。學霸了去讀神學院獻身來做上帝的工，正對一個謙卑服侍人的奴僕。伊佇代我們去畢業了去台神教授，正做牧師了，伊個有去德國進修。伊是伊的英文吼，因為你看即個英文區的牧師吼。真侪時陣是外國人，甲咱的文化袂啥會合啦。所以是你牧師是英文牧區第一個本土生產的台語英語的牧師，但是伊的英語是真好，毋是 Tigrish 哈，伊是 English。伊毋捌去美國進修，嘛毋捌去住佇英國，但是伊英語足好，因為因台我們係。有正音的教授哈，甲因教甲足好勢哈，所以伊的講道英文字正腔圓，會當真順來講真好的道理，伊嘛是因為台神長老會的訓練，伊是加爾文的神學是真正統的神學。你若毋相信我講的吼，請你每一禮拜即個10點。有機會來參加英文禮拜，聽伊講的，你就知我講的攏是事實啦。你牧師個一個特色，伊做牧師了，伊是去總會普世做幹事，就普世的幹事。所謂普世幹事就等於是總會外交官，伊是外交部長，所以也不是要用各種的語言，所以要講一寡德語甲。全世界的教會來做交流伊因為做普世的幹事佇總會伊閣捌佇南亞教會吼，佇個天母亞的南亞教會牧會過伊會曉華語、台語、英語3聲帶，攏足標準的啦所以小會呢，期待透過伊對。長老教會的人脈甲認同，個語言的天分，會當帶領英文牧區，甲咱整個教會所有牧區來融合做一體，咱成做合一的教會。願主祝福伊的事奉。閣有一項要甲大家分享伊個特色吼，伊做愛騎腳踏車啦，所以恁若有人愛騎腳踏車吼，你著來找伊應該是有足濟記錄噶啦，
伊嘛最爱唱歌，所以若有时分欠数咯，你就来找伊。这是我请林牧师来讲几句话，请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我家己本身吼，其实是真爱做台语的礼拜。我伫进前服侍的教会是一间真细的教会，所以迄间教会吼，咱只有二三十人，所以无法度分华语礼拜、台语礼拜。所以我伫礼拜的时阵吼，拢爱双声道，双声道吼，毋是讲英语啦，迄阵是。家己讲台语，搁家己用华语，搁翻译一摆，互所有听有台语、听无台语的人，拢会当伫礼拜中间做伙敬拜。所以有人就有来甲我分享一件代志，因为本来毋是长老教会，伊来参加我的礼拜，伊就甲我分享一件代志，讲，林牧师啊，我感觉我听你的台语当然他不是用台语讲的啦，因为他是不会讲台语的。但是伊讲我听你的台语我搁听有呢，恁敢知影迄个是啥物意思？迄个意思就是讲我的台语就像华语的啦，所以听有啦，所以同款道理我的英语嘛是 Made in Taiwan， 虽然讲 Made in Taiwan， 但是简单好听听有搁清楚，所以大家若是10点半礼拜若是无小心迟到。电梯嘛会当起7楼，拄好去到英语的牧区就无迟到，会当做伙来加入英语的礼拜欢迎大家，谢谢。咱要请施秀玲牧师来颁发奖学金。薛牧师，这是咱要来颁发咱教会学生囡仔，因无论伫教会活动嘛，拢有积极参与。毋但安尼，而且因伫学校的功课嘛，真认真地学习吼，所以要来颁发奖学金吼。上来吗？下面就可以。好，要为因颁发奖学金进前，咱大家做伙来成为因来祈祷。伊要上帝，阮感谢你来祝福即群的细囝，自细汉伫上帝你的家庭中间来成长，祝你互因自细汉就认捌你。存着敬畏的心，一世人来跟缀你。你也祝福因伫学校的功课会当有认真学习的态度，祝福因伫学校内底甲人嘛有真好好的关系。求主你来祝福，或者是细囝，无论伫教会，无论伫学校，伫家庭，拢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主愿搁一届将这细囝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施恩祝福因。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裴牧师来欢迎来宾。这是来代表教会来欢迎来宾吼。对美国回来吴锡安牧师伫
好，欢迎哦！再站起来，大家拍拍欢迎阿该的家属吴兆祥，周兆祥，对不起，周兆祥弟兄，欢迎对美国回来，跟阮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坐。第三位是杜同恩，在哪边？杜同恩，请摇手一下哦。哦 ，OK， 好。过来就是介绍严琳达家属。吴显贵、吴宗岳，好，多谢大家吼，请坐吼。家属嘛是代表，因为家属表示讲，昨伫教会的个别礼拜，感谢教会兄弟姊妹斗相共，帮助伊的家庭，愿上帝亲自安慰夫妻吼。做伙来吟散会诗，圣诗514首，大家要散会求主祝福，请起立来吟。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为上帝疼叹，信心引带带领，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散会，强受车客。